你好，中信股份25年全年業績，我持有一啲中信嘅股份，喺呢5年買入咗2次，買嘅時候都好舒服。呢間公司5年內公布咗穩定嘅業績，派息亦係好恰當。中信股份主要係持有中信銀行同埋中信證券，其實我真係唔清楚佢同內銀有咩實力嘅不同。睇業績其實一啲都唔失禮，公司仲有啲經濟嘅資源生意，不過份額就唔算好大。金融仍然係主導緊公司，公司稱呼佢為新材料，我確實唔清楚新材料同嗰啲資源有咩關係。我曾經將佢同長和比較，但中信似乎似內銀多啲，長和反而係冇金融，實業多元嘅經營，有碼頭、零售、電信，同中信係完全唔同。由於佢嘅股價近年倍升，我已經冇太大嘅意欲增持，有嘅都會係好少量。公司係對版嘅，一年賺500億，雖然佢個名好似好唔起眼，其實佢實力超凡，唔會比華潤系弱嘅。而華潤系就好多上市嘅公司，例如華潤醫藥、電力同埋華潤燃氣，但佢盈利又唔係好大嘅。